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提出新证明，包含着包机合约看棒球门票费用、当地游览车的费用，拢总是214万，强调私人行程拢是自费。国际油价起起落落，经济部表示，国内军量也佫有够有设定稳定机制。若国泰航空宣布起价，若准长途可能起码1倍。台北市有独机老人调伫厝内面6点钟，欠要保命，有民间团体呼吁爱建立紧急救援机制，推动警消紧急叫门免责条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行政院长杜永泰近日去到日本，替咱的台湾棒球选手加油，说奉积极讲，伊是开政府的钱。那杜永泰在今仔日提出4张证明，包含着这包分机的合约、看棒球的门票费用、当地游览车费用，拢总是开214万，强调这私人行程拢是自费的。不过国民党也是积极讲，这包机的费用比一般的介绍更较低。就算是公共行程，我用自费有错吗？既然是私人的行程，除了看球之外的其他事情，我无所评论，也不需要交代。提出进前伫立法院被询时的纸条啊，行政院长杜永泰13提出4份的单据，搁再说明包机到日本的争议，除了入票换钱的水单，费用部分游览车车资入票20万，折合大票大约4万。杜永泰讲是初7迄天直接付予司机。因若比赛门票总共大票18500块，直接汇款予中华职棒大联盟。另外包机专案费用是208万，相关也是已汇予华航。那自费走这样的行程，又是私人的行程，当然是欢喜港湾嘛。日方也说过了，没有见过什么样必须要见的人啊。但是本身这是一个意义，我觉得这个意义远超过用金钱来衡量。杜永泰讲，原先13下晡立法院被询时要公开，不过因为一审取消，才出面说明。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质疑，包机费用比市价较俗，向加牵涉特殊的财务，甚至乱用公务机凭的嫌疑，呼吁监察甲司法机关主动来调查。基本上已经不是打5折了，这是打到骨折了。这是你是卓荣泰，所以才能有的包机价格啊。过去没有民航机停在军用的停机坪，这一切都是因为它是卓荣泰而衍生的权利。那难道不是公务吗？中国国民党的委员或是民众党的委员，你们到中国去，请秀出单据，因为你们自己在网站上大声的宣传说这是公务行程。那看起来你们对于公务的理解就是用公家的费用去承担你们出国交流的费用。民进党立委陈佩如讲，联动杜院长公开单据，呼吁在野进前到中国交流的应该安尼做，家己来公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际油价是起起落落，后礼拜敢会调整这油钱呢？经济部的能源署就表示讲，国内天然气、石油和土炭目前库存量是拢有够的。面对着这国际油价波动，政府是有对策来应应，请民众放心。不过，这国泰航空大声宣布讲，10月开始呢，就要来调悬燃油附加费。若准飞较长途的，可能是起码到1倍。也有专家警告讲呢，若准这国际油价一桶冲到美金150块，恐惊会出现程度性通货膨胀。中东政会持续冲击国际能源，13国际布兰特原油要起到一桶上悬101.70美金，西德州的原油要起到一桶96.71美金。面临国际油价快速起价，外界关心这礼拜国内油价整体调幅5%，后礼拜油价是不是继续起？经济部长景英兴进前表示，起价幅度应该袂比这礼拜较济。如果是长期维持高位在联动的话，那即便是有弹性机制，那相对那个弹性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运费高档又会维持物价，就会推动物价上升。也就是说，在信心崩溃、物价上升的前提之下，我们就有机会进入所谓的停滞性通膨。缓涨的机制跟特殊时期的一些所谓的专案平稳机制，持续来了解国际油价的一些变动的部分，来做其才有相关的一些缓涨。经济部能源署回应，清点国内能源天然气存量11天以上，石油超过90天，土炭30天，目前存量拢有够，会持续关心国际能源走势。国内油价除了上万起机制，也佫启动特别平稳机制。目前由政府吸收6成，每礼拜会检讨。虽然中油油价会当透过政府机制平稳吸收，不过民营企业已经挡袂住，大声调悬。国泰航空宣布，因为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3月到今已经起将近1倍。为10月开始调悬燃油附加费，抵中长程的航班拢起，以长途航班起上济，为港币569起到1164。因为国内目前以天然气发电较济，所以拄到进口国卡达长路，外界烦恼恐惊冲击国内电价的汇率。政府还是希望
不要对物价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我是认为这一次电价不调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高啦。航港局13下晡又召开国际海运运输平稳工作小组会议，除了掌握国际航商、中东地区船只靠港这规划以外，也会同步了解目前进出口货物运输情形，以维持咱国国际贸易也甲民生物资供应运作的稳定。记者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3日咧社群发文，讲呢，这美国已经对各方面甲伊朗的恐怖政权彻底毁掉了。这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讲，这2礼拜以来，已经迫害伊朗境内超过6000个军事目标。一来讲到这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自从接班以来，拢唔捌出面过，外界也伫咧风声放映。不过杂志就发表声明，讲伊朗会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以色列是强调讲，无论是虾米人来做这伊朗的领袖，拢有可能会甲伊扶起来治罪。美国总统川普13日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当得对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彻底摧毁伊朗的恐怖政权，而且要让因的领导人对地球武器。佮讲美国即马有无人通比的军事力量，含将有够的时间，互大家看这小人落尾会是虾米下场。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讲，过去要2礼拜以来，美军已经摧毁伊朗境内超过6000个军事目标，包括30架用来设置水雷的布雷船、舰舰、防空系统和其他的武器生产设施等等。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伫因老爸哈米尼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无名了后，车牌是正式接班，但是一直拢无公开出来。有一寡媒体甚至传讲伊已经昏迷，失去一支脚，也是可能已经死亡。伫12日，穆吉塔巴是透过各样媒体带伊来读声明，而且强调讲，伊朗会持续来封锁荷姆兹海峡。ما از انتقام خون شهیدان شما به خصوص جنایت در حق کودکان همچون جنایت عامدانه در مدرسه میناب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伫开战以来第一摆召开记者会，强调讲以色列已经替伊朗的人民创造推翻政府有利的条件。佮暗指任何一个伊朗的领袖，拢有可能是以色列锁定的目标。אני לא הייתי מוציא פוליסות ביטוח חיים על אף אחד מהמנהיגים של ארגוני הטרור, זה פטרון הטרור שלהם. ואני לא מתכוון למסור כאן דיווח מדויק מה אנחנו מתכננים ומה נעשה. 虽然穆吉塔巴嘛是无出来，但是伊朗的民众是会国旗，拢表示讲会全力来支持伊。فعلا بهتره که بسته بمونه تا قدرتمون رو بفهمن ما چقدر قدرتمند هستیم. 另外，美国一架有载6个军方人员的空中加油机，伫伊拉克的西部摔落来，目前当地搜救。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讲，这个案件不是敌军，而是和朋友方的炮火无细日去弹到。但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说讲是因甲这架加油机拍落来的，理由是要捍卫家己国家的主权和领空。中东的战火持续扩大，对2015年开始，为着打击恐怖主义，就踮伫伊拉克军事基地的法国军队，所因为12的空袭，造成一个法国军官死亡，和真侪士兵受伤。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讲，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来发动战争，并不是攻击法国军队的正当理由。对有官兵因为安尼殉职，伊无法度接受。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来看民众党的李正秀，以中国这争议还未解决，早起呢伫咧立法院会国事论坛登记发言，今仔日也是伊头一届伫咧国会发言。忘记我不知道要抽签。对刘婷无声息，赶紧阁走出来抽签。民众党立委李正秀13早起第一遍伫立法院国事论坛台顶发表演讲，有淡薄仔紧张。伊主要是讲到开案件加儿童虐待事件。立法院长韩国瑜伫咧伊发言进前也特别勉励伊，这一路行来风风雨雨，真无简单。你即将要第一次登上发言台，希望你好好认真努力，为台湾民主擦亮招牌，为广大人民来努力的贡献。祝福你，台湾的主神妈祖保佑你。身为5个孩子的妈妈，每当社会发生虐童案，我都痛心不已。尽管施虐者已经接受司法审判，但本席仍然要提醒行政院，应该充分检讨制度疏失。李正秀认为，开案案看出政府出用制度的缺失，政府就要辨识并且提掉无适任的义务，才能提供儿童完整的保护。更加重要是，社会安全网的支持系统，主管机关对资讯的及时掌握，应该有良好的沟通管道。
告诉论坛结束了，李建秀特别记者韩议长表示感谢，情绪淡薄激动。委员是院长有给您鼓励，所以你现在是深受感动吗？对，谢谢。因为刚刚院长讲，其实我前面就想哭了。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韩国瑜协商的过程是为了要放水。行政院强调，一旦提到国家机密的立委资格未当不明。李正秀委员似乎刚刚在议场上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但我要说，李正秀带给台湾社会情绪的波动是更大的。台湾人不容许一个违法的人来担任国家的立委。林女士她的资格状况不明，但是拿到国家机密的立法委员的资格不能不明。那么行政机关呢，一切都是依法行政、依法办理。行政院表示，李建秀资格状况不明，希望立法院两早行使中选会临时同意权，赶紧解决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应该是情绪会更较激动，是在台北市机关接到侦情，讲有一个毒鸡老人掉伫咧厝内面6点钟，下晡甲伊救出来时阵险要无命，加在治疗了后无生命危险。因过警消人员若准备撬门入去呢，都要经过家属同意或者是里长来到现场，颠倒会去拖到这黄金的抢救时间。社福团体是呼吁政府讲，应该要有毒鸡老人紧急救援机制，推动警消紧急撬门免责条款。搁再传出毒鸡是大人的安全问题。台北市议员陈佑成日前接到侦情，一个列册在案的毒鸡是大，伫机服员送餐的时无来开门。迄日下早10点，社工就启动警示机制，不过一直到下晡4点，相关单位才破门入去。迄阵是大简单剩一角开伫咧，中出现6点钟的通报空拍，加在送医了后，是大已经无要紧啊。没想到你们早上10点其实就有讹浪机制，到了下午4点钟，要不是居服员去帮台北市政府打开门，长辈奄奄一息。社会局后续接获通报，经检视符通报流程，但仍有精进空间，所以也有给予老福中心未来相关处理精进的方向。对此，社福团体认为，这个6点钟的延前，不是救援人力的无努力，是破门的法律责任，甲跨单位等待家属同意，或者是里长陪书，甲第一线救命黄金时间绑死啊。建议政府应该推动毒鸡时代紧急救援机制，包括为法规的授权，针对列册的毒鸡时代推动警消紧急破门免责条款，针对高风险的毒鸡者，补助安装未侵犯温水的24点钟监测器，该加强时代的社会参与，落实孤独药方，照顾厝边头尾。很多的独居老人跟现在家庭关系非常薄弱的这些被通报的个案，很多都家庭关系很不好，那这个都还要在1联络、2联络，也不一定联络到，甚至大家也不愿意出面，那甚至要找里长。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北市社会局强调，毒鸡时代服务会加强落实一个组织多方协作的原则，嘛要求管理单位确认毒鸡时代安全，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条新闻呢，最近这几天伫网络顶头真呛，有网友讲呢，那叫这5个来坐台，伊甘愿伫咧处理个人啊。这高雄呢有专门做查某人客叫少年兄来坐台会馆，最近就安排5个少年兄伫车路跳舞。咱先摆来讨论讲是好看歹看，毋过占用车路的问题影响交通，就要先罚钱才个讲。另外呢，这高雄也有百货公司办演唱会，真侪人是透明排队用物件占位，甚至困伫咧人行道顶头。那警方表示讲，占用人行道就是违法。用这阵伫网络顶管真情的歌曲来跳舞翕影片，高雄市区一间南部会馆的员工选伫车辆来来去去的6合2路跳舞翕影片，要替会馆成人客。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讨论，有超过300万的观看人次，随帮带来宣传效果。不止个即摆警方讲，翕影片的人无经过申请，第4机伫咧车路跳舞会影响交通安全，会依法罚钱。有民众看到影片嘛认为真正无妥当，是有点危险。怎么说？因为有的人骑车就是没有在看啊。行人于交通频繁之道路嬉戏，处新台币500元罚款。马路车流多且环境复杂，并非个人秀场，切勿为了网络点阅率而在道路上冒险。
唔但车路的安全袂当凊彩，高雄这间百货公司附近的人行道，嘛因为办演唱会出现排队的乱象。演唱会13暝才开始，有真侪少年囡仔已经透暝来排队占柜，有人举机啊放纸批，有人搭布棚，甚至有人是直接困伫咧人行道。现在警方就讲，若是无伫咧申请的范围内，无论是人还是物件，只要占用人行道，都会罚钱。有专工陪囡仔来参加，家长嘛真无认同安尼排队。有一个区域可以排队，然后是规划好的，能够有遮蔽物的，也不用这样晒太阳，甚至是可以规定不要在前一个晚上，你隔天的早上，你例如7点8点你再来排队，也不会有半夜露宿街头的问题。除责令行为人及时停止并消除障碍外，处行为人及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主办单位活动申请的范围是毋是有包括人行道，不只个人行道也是爱留个人好行路，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北有一间健身房叫做自由重量的北门馆向关门，影响真侪会员和教练。业者是公告讲，这健身房毋是关门，当咧找新的所在，有设赖军组要来处理退费的问题。若消保官有去稽查咯，也会通知业者来说明。伫健身房外口看来看去，找无入口，铁门规个拖落来，壁顶打广告。敢若讲场所涉入民事纠纷，已经从强制执行，任何人袂当黑白出入，若无会有刑事民事责任。我住这附近，我知道这边有一间健身房，我本来想来看一下这可不可以临时运动。我想说是可能太早了，还没开。有民众头一届来遮想要运动，煞袂当入去。向天业的场馆伫台北市北门，这间自由重量健身俱乐部，主打免签契约，按分钟来算钱。不过袂少会员甲教练，才打纳钱无偌久，即马煞袂当入去。突然关掉有点奇怪，因为前几天还可以运动，这样应该是1个月前吧，大概1000块左右。在这个地方教了大概3-4年的时间，我是完全没有地方教。礼拜2的晚上我还在这边教课，隔天早上是我的学生就跟我说，以后不能在北门这边上课嘞。我想说你们胡说八道，我觉得蛮可惜的啦，你有点那种断崖式分手的那种感觉。这个健身房的业者，从2021年开始就涉嫌欠厝头家店租，就算后来有付一部分，不过拢无纳清，累计欠520多万，所以厝头家才会提早结束合约，提告要求伊就要搬走。目前扣除押金了后，欠的租金还佫有480多万。后续将正式行文通知业者到府说明目前财务状况、未来营运规划。业者如有规避、妨碍或拒绝之情事，市府将依消保法第57条规定，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消保官接到消息，已经派人去稽查，后续会通知业者来说明，嘛提醒会员会当甲分开银行直接申请征期缴款赔付，或者是甲法院申请合法支付命令限汇款约。打电话给业者，到今也联络袂到。敢若伫咧社群铺文回息咧，强调健身房并无消息，当咧找新的场地，已经有开来的群组提供退费的管道。不过健身房向关起来，到后续的处理，业者相关的作为拢防指控伤过消极，嘛互袂少消费者看了拢惊一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南温县市济公活佛是亚洲上界大尊的济公神像，关渡超过5公尺。12庙方替这济公活佛穿新衫，对做衫到穿衫拢是大工程。这庙方讲呢，真正神明衫的寸尺是一般的100倍大，重量超过60公斤，开半年时间才会当做好势。咱做回来看卖。从这里，从中间这里。为着要替这讲换新衫，嘉义的南温县市出动10个人，大家做过甲这领超过60公斤重的神明衫搬起来。有人搭伫咧腿顶悬，轻脚细手甲神明衫扭过村；有人伫咧下面到顺头看尾。前后开点外钟的时间，才替这尊亚洲上大、宽度超过5公尺的济公穿新衫。庙方讲，顶回济公换新衫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啊！真感谢台中的友公，不惜重资甲济公定做新衫。来来回回要好几次丈量。然后龙的地方要绣在哪个位置，那个都要重复的来这边上梁，才能下一个下笔。很雄伟，我的老塞他真的是20几年的经验了，帮我们去设计这个衣服，你看你挂上去就非常雄伟、蛮端庄这样子。
负责做新民衫的业者是家己在地已经有80年历史的老店。业者讲，这领新民衫比一般大100倍，考虑到重量的问题，那穿久会甲衫有力气，所以规领新民衫拢是用同一块布，无用夹的。顶悬的5尾金龙，因为采用传统的铺雕绣，有路的工法一针一线拢是功夫，前后开半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件衣服就是15尺，大概将近450公分至500公分左右。所以它的领围、它的前长、它的下围，都是很大，非常大的。那这一件衣服也耗时大概半年啊，还有大概用了20几个师傅下去做。苗峰讲，这回是3尊开机新尊拢换新衫，看到全新的新民衫穿伫新尊的身上，气势十足的模样。业者讲，总算是完成这个超级任务，已经失眠半年的伊，会当安心啊困啊。记者林伟婷、柯家族、柯超勇家己参报道。讲到这全世界最后氦气的生产国卡达，因为这天然气产业无法度进行，全球氦气供应也可能会暂停。市场就预估讲，若像卡达的天然气暂停时间规个来久长，未来氦气的计数将有可能会起25%，影响到精盐的生产。那台积电是表示讲，会继续关注这经济发展。中东建会造成卡达天然气宣布停产，暂时无定回计划。市场预测氦气月产量可能减少520万立方公尺。自从中东建会发生疙瘩，氦气现货的计数已经出现大起，包含医疗影像、半导体等产业拢可能受影响。即使目前氦气的价格可能涨个50%，甚至是倍增，对于台积电本身毛利率的影响也几乎是微乎其微。专家指出，氦气是天然气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主要用伫协助强震医疗设备、航太实验室设备、伫半导体制定中用伫 EUV 光刻设备领域加晶圆散热，面临氦气供应可能受阻碍。台积电回应目前无预测对公司营运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会持续关心相关的经济发展。台积电表示，有无共地区来源目前无受影响。除了氦气以外，因为战争可能冲击供应的气体。还有氦，因为全球差不多2/3的氦产量伫以色列甲约旦，氦伫半导体制成应用伫晶片、电路成型、清洗甲气度更阻碍，也引起市场关心氦的供应问题。坦白说，晶圆厂你用的也不多，它主要就是10颗在用。量也不大，所以我觉得影响也不会很大。专家讲，准讲氦气供应受阻碍，台积电也当透过多方面购买，影响无大。不过13台股因为中东战争，也个国际油价大起，加权指数收伫33400点，落181点。石化股是因为战争加半导体材料供应的疑虑，股价颠倒起价，包括英光、中华化、日盛化甲三福化，股价拢颠倒起停。记者采访报道。美国宣布启动新一轮的301条款调查，主要是要看讲这产品的生产公司敢是有强迫劳动的行为。去年呢，咱台湾的巨大集团因为牵涉到强迫劳动，去予美国发布暂扣令，目前也搁伫咧上诉。劳工团体是分析讲，咱国内移工有纳正悬的中人费用，造成移工爱这步，这部分对咱就较不利啊。美国政府宣布启动新一轮贸易法301条款调查，主要看强迫劳动议题。回顾2025年9月，自单车大厂巨大集团就予人讲，牵涉到滥用劳工弱势处境、工作甲生活条件真歹、债务拘束、拖欠工资、过度加班等5项相关问题。即马美国301强迫劳动调查，全台湾的产业拢会共同面对。退一步想，我们已经有谈判到一个很好的条件，以那个当基础往下走的话。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不是坏事情。劳工团体指出，照国际劳工组织 ILO 列出11项强迫劳动指标，台湾移工上普遍面对的状况都是高额中介费造成债务拘束，看规个产业状况，包含制造业、渔业、农业，拢有可能受影响。不到1个月之前吧，才公布说他要在3年内要研修法律，要让移工不用再支付费用。这个才只是国际的标准最低的地板而已。可是很可惜的是，国内还是有若干的雇主
对于这种国际标准、国际趋势或者强迫劳动完全无知。专家点出，台湾英国相关规定分散，劳基法第5条禁止用强迫、胁迫、拘禁等强制劳工工作的规定无明确。劳动部已经伫2月13发布企业防制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优先针对电子纺织、汽车零组件、甲子弹车业做宣传。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行政院嘛强调，咱方已经伫今年2月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 包括承诺防止强迫劳动甲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有信心维护咱国产业供应链上大利益。记者采访报道。为了要强化咱的国防韧性，立法院今通过决议，授权行政院会当先签署继续买拖式飞弹、标枪飞弹和 N109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飞弹系统等4项法计书。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这一份总计大约是美金140亿的美国对台军售方案已经准备好势啊，就等待美国总统Trump 来同意了后，就会来公布。到时阵呢，这就是台湾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军事交易。授权行政院先行与美方签署发价书 LOA， 以保障国家战略利益。立法院会13通过决议，授权行政院甲国防部伫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甲继续购买拖式甲标枪飞弹这4项军售案的法计书到期进前，甲美方签署法计书，而且行政院应该伫签署了后，随向立法院提出完整相关武器交会议程报告，回归审议正常的机制。发价书里面就是有已经提到，把海马斯加入在里面，就是3+1，大家有共同的一些方向了。民进党所提的1.25兆，那当然我们是会符合我们国内所有的这个军备，包含武器、国军提振的一个战力，那这个都是有待于在做最后的一些考量。国防部他们会针对可能15号到期的发价书，跟美方有做一些协商的啦，所以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应该都可以符合相关的这个规定。美国去年12月所公布的8项对台军售案，总共5项列入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团希望也未得到法计书的反增加无人机系统，也使纳入授权，不过伫协商时无得到共识。反装甲无人机这部分来讲算是对陆军来说算是神兵利器了因为它可以打得比反战车飞弹来得远那甚至更精准。中军继续威胁台海，国防部公布查到强机3架次加强艦5架次，继续伫台海10个位活动。中共是伫四川的西昌向西太平洋发射卫星火箭，经过咱国防识别区，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系统，严密掌握相关动态。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一份总计大约140亿美金，大约代表4500亿的重大美国对台军售方案已经准备好啊！1月川普批准了后就来公布，预计时间就伫月底30日了后，这将是台湾史上上大规模的军事购买交易。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电视广告有伫做，人若要强要勇，就爱食补药。也若咱国家要强要勇，除了有经济体以外呢，也搁有国防的设备。这国军要来强化着无对等的作战，加强运用这攻击无人机。甲美国买的 RTS 600M 攻击无人机呢，去年头一批送到台湾，这也是20年来美国上紧交会记录。陆军也公开着实弹射击接装演练，这也是 RTS 600M 透过这平方操作电脑，会当依照着这任务的性质调整侦察打击任务，要来强化咱的战力。3、2、1，发射！弹射发射无人机自动天开机式快速升空，飞往指定的区域。过程当中，紧紧上准地面的目标。5个俯冲发动自杀攻击，这是国军上新的攻击无人机 OTS 600M。这名实弹射击精准打击目标，大大点出反装甲的火力。
有高机动性，在空中会当飞超过4点钟，航程446公里 ，OTS 600M 会当为陆海空载台发射。伫俄乌战争打击战甲车表现显目，国军向美国采购第一批货，去年到写落近20年美国受台武器上紧交货记录。为着要确保 OTS 600M 到二战备，会当落实完成精准作战，接种训练，袂当凊彩。装备接收，那后续开始实施训练，我们的课程大约是2周10天的课程。那其实课程我觉得十分的紧凑，触碰平板一样，就去给予设计画一张飞行路线，然后跟飞行任务，以及最后的填写攻击计划。甲一般无人机用手环遥控无共 ，OTS 600M 可射击平板操作，结合多主软体锁定目标，搁照任务性质调整侦察攻击形态。陆军这回演练铁头弹射击展现训练成果。一个发射架有4个发射筒，代表会当同时发射侪只 OTS 600M， 派去打击敌军后面4个筒人。那第一架可能可以做侦察的使用，那把资讯图资提供给后面的第2架、第3架，作为后面攻击的依据。举凡例如说敌的指挥所，或者是通信设施，或是雷达站这种比较低防护，但是具有高价值的这些敌军的高价值装备去做攻击。国军甲国际小姐无对称作战，家己攻击无人机 OTS 600M 是无通欠的关键武器。官兵透过密实的训练、精通操作，让 OTS 600M 变作是国防的生力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温度真低，早暗温度是差真大。台中的武陵农场透早是零下0.6度，规个花园是拢结冰，景致变甲真特别。那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平地上界嘅温度是透早5点出现伫咧森林高坑只有7.1度尔。那气象署是针对1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暗时到明仔载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银色的冰条金丝丝，看起来是水当当。另外一边，阁有冰晶结的网仔，都亲像梦中才会有的场景。台中武陵农场13日透早出现这款的景致，让真侪游客是真欢喜。掉下来的碎冰，以及上面的冰柱。我们还头一次来武陵来碰到这个，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好。都蛮幸运的，蛮幸运的。游客来到这，就连水桶都有结冰。武陵农场表示，虽然已经春天，不过3月山顶也是有机会出现低温。亲像13透早的气温敢若0.6度，不过日头出来了后，气温又搁升10外度。为着保护农场的压产系统，农场有泉水，所以意外制作出这款的美景。这也是为了预防浇灌系统的一个结冰，所以预开了这个浇灌系统的一个喷洒系统。那当喷洒系统遇到空气中的一个冷空气，好，所以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冰的一个奇观。根据气象署的资料，13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森林高坑，伫5点19分，敢若7.1度。因冷气团的影响，也甲辐射冷却效应。透早和暗时，天气拢会寒甲4准。气象署伫13透早也继续针对1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北部的平地，大部分的区域都是有发到低温特报。另外，在中部比较近山区的区域，然后以及山区，还有宜兰以及花莲，都是低温特报的影响的范围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子低温的状况。气象署表示，这2天有关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虽然未来1礼拜拢是稳定的天气，不过温差真大，尤其日时温度会升上来，中南部可能会到25度到26度以上，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这台湾15岁到24岁青少年的自杀率，对2014年10万人有5.1人，加悬到2014年的11.9人。台北市的生命线协会推出着疗心式的文字咨询服务，用来对谈的方式来替少年家排解郁卒的心情。心情郁卒是未开生命线有提供咨询的服务，但是时代改变，台北生命线协会也专门替网络世代设计服务，透过手机用咱对谈的方式，和有需要的人通甲专业的人员排解心情。就是不太敢跟父母讲说，比如说自己考试考不好啊什么的，就会自己在家里就是可能哭啊什么，就是
对，就是在家里抒发情绪。但是通常其实可能找个人帮助会好一点。我觉得用 LINE 比较好，就是因为你不用想了别人的表情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就是你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比较大胆的讲出来自己想要讲的东西。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4年台湾15岁到24岁青少年的自杀率，为2014年每10万人有5.1人，也悬到2024年11.9人，加超过2倍。今麦台北生命线推出疗心式，透过文字咨商的方式，就是希望用少年世代灌输的方式，替更较侪人排解，帮助因走出困境。这个服务到今已经有2800人次受到帮助，其中15岁到34岁少年人占77%遐悬。我们就在108年的时候，也是生命线50周年的时候，我们开创了这个新的服务，让我们的服务除了电话之外，又能够透过网络、透过文字来进行协谈。后来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台湾民众使用 LINE 的比例还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开始就开通了这个 LINE 的广告，LINE 的管道。台湾青少年心理的问题是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有一寡少年人较无爱用讲电话的方式来排解心情。面对这个问题，台北市生命线协会为2019年就启动疗心式文字对谈的服务，为传统的电话服务下入多元的管道，使网络世代使用咨商的资源，希望会当达到自杀防治的效果。记者高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在台湾有超过30年的建筑物呢，就554万间，占总量的60%。内政部推出楼厝延寿机能复兴计划，透过征收来改善居住的安全和品质。不过，事实上一寡所在根本就无管委会住户上过楼，对申请是无啥了解，变做是讲会晓申请的人才有补助。今嘛政府呢，也要成立着顾问团协助老社区申请资源，来改善大的问题。经济起飞时阵，减速器的速度较造价，加公共空间的4到5层楼的工具真受欢迎。不过几十年过去啊，加做生活内底真歹下过关卡。我常常看他手扶的那个楼梯这样在爬，那我们的楼梯又很老旧了。114年第3季，全台房屋税值主体差不多944万户，平均这厝已经起33.9年。尤其是台北市厝的年岁上悬，平均差不多39年。我们现在在推动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因此我们也希望说，长期而言，在危老条例里面也可以除了重建之外，我们可以纳入这个修缮这个部分。符合楼梯延寿计划申请条件的建筑物，包含4到6层楼的公寓，而且半数以上户数是主体用途。透天厝是无设年岁限制，6楼以下全部拢是主体，就应申请了。都市更新这个名词，一直被窄化成为拆除重建，似乎谈都更就是要拆人家房子，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第补助项目，公寓公共空间是用8选3，透天厝是用室外4选1。共款应配合室内修理的项目。已经55年以上的人，这样子我们应该做扶手梯，不适合做电梯。您讲的那一部分是在卫福部它的厂商计划里面，现在都有，它是搭配做辅具。卫福部的补助是用人做对象，敢若补助产权范围内底楼梯升降椅。另外，公共空间爱成拓宽楼梯，或者是修理扶手，正符合法规装升降椅，也被建议该向内政部相关单位来申请补助。我们也会结合建筑师工会，会去建制一个相关的专业咨询的名册。那未来民众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去找这些建筑师工会。什么是老厝？敢敢来用厝的年岁来分呢？若被大楼的标签，敢敢来等待被淘汰咧？若大政见一款，有关老厝的定义，不得卡会经历一场观念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野生动物救援暨保育协会今日表示，在金门太湖边有民众发现一只后鸭水獭尸体，初步研判是一只较老的公水獭，真有可能是烧破，搁再感染才会死亡的。这是今年的头一例。学者认为，讲这东半岛的族群较慢，这之间的竞争也较大。
岸边出现一只死亡的欧蛙水獭，身体已经肿起来，看起来已经死一段时间啦。保育团体接到通报了后，嘛将伊带转去，初步发现讲，伊规身躯拢是空喙，应该是和其他的水獭相拍造成的。伤痕通常都会比较集中在头部或者是会阴处。对，那虽然说是水獭之间互抓，但是伤口其实还蛮深，也还蛮严重的。兽医师研判这只是母的老年个体，疑似因为受伤真严重，加上济岁产生的相关病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死亡。协会表示讲，这是今年接到的第一例水獭死亡的个案。全台湾欧亚水獭野生族群，敢若剩一个，就伫金门，其中太湖和山外溪流域是金门东半岛水獭重要核心生态地，嘛是上活人类生活的族群之一。但是根据观测，族群过度集中伫东半岛，嘛造成个体之间的生存压力。水獭它的食物大部分80%-90%，它吃的都是无国鱼，就是吃鱼的部分。那少数的样本里面，就排遗样本里面会有发现，会有一些像虾子或螃蟹。食物很充足，因为有外来种的一个无国鱼的关系。但是呢，不管如何，水獭在交配季节的时候呢，公水獭都有领域。东半岛的水域环境里面比较没有阻隔啦，该有的池塘、湖泊各方面，水獭都可以跨过去了哈，就是等于说它的水域的那个支流可以连到湖泊，连到哪里都是东半岛最好的啦。那西半岛基本上是切割太严重了。学者指出讲，目前根据调查的结果，欧亚水獭伫金门的个体数差不多伫100只左右。若是透过水系的整治，扩大生态地到西半岛，会当帮助消透欧亚水獭的生存压力。野保协会嘛表示讲，太湖生态地含人类真小我，嘛会对水獭的生活造成压力，呼吁减少非必要的工程和观光活动。观察的时阵嘛要避免过量的光和声。记者综合报道。龟山岛是宜兰的精神地标，半世纪进前呢，顶头是有大人。伫1977年，因为军事管制，全部迁到头城的连德新村。为了卖互这文化登去，老一辈透过佚佗物和文物，把这基地保留掉的。那少年辈呢，是用地方创新和环保行动，把对地方的思念转化做守护海洋的力量。手机做的茶棍啊，大力甲降落去，弹起来茶条飞出去。这是伫龟山岛大汉的时代，因细汉时阵上界熟悉这个拍村啊。生气就是爱甲讲一个伊跳起来，跳起来再喊去安尼。三个字对电较疏离安尼。规村拢扫出来了后的龟山岛人，虽然无法度搁转去住，也毋过应用家己的方法来守护这个故乡较早记忆。阮就感觉迄个龟山岛的历史文化，也是早期的生活记忆啊。传承佮保存非常的重要，所以从二楼整理来做这个文化馆。这个时代斗阵保存文物，这个精神也影响到下一代。中生代黄建图虽然无伫个岛上生活过，也毋过却是经由整理大家所讲的这历史，推动社区的工作，也决定实在知影老人所讲的迄个无法度转去的所在。这个社区呢，它有许多故事都连接到龟山岛上。我也觉得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理解一个故事，在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待那个地方就会变得完全不同，这样子。当然发现这个地方的海洋文化，团队也看到环境必须要永续保存落去。因接拍大溪渔港的时阵，组成环保团队，甲摕转来这个海中废弃物改加工，变成有教育意义的海内废弃物倒图，也佮有再生厝。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这个再生屋。为了就是让我们的大溪渔港有一个暂置所，然后可以去存放这些海废。对过去渔村的文化到现代海洋永续，龟山岛虽然是无法度登记所在，也毋过经由这守护力量，也转化真侪万物叹生、无中断的地方的祝福。记者综合报道。台基的岛仔以乌水交团旗行来到校园，来到文化大学举办台基岛仔比赛，拢总有120位的同学参加。因为过程拢爱用台基来耍，也互一寡同学感觉是真趣味、真特别。尤其是同学熟悉遐尼久啊，竟然唔知对方会晓讲台基。什么啊？
文化大海的同学当咧宣传台语的导游乌水沟传奇，这道的同学真趣味，因识在足久啊，说是第一届和对方讲台语。这是我第一届甲同学讲台语，平常拢是用国语咧讲，讲起来淡薄仔硬叫。这是游戏公司开发的台语导阿算，由地新公做主角，规套导游拢是全台文和罗马拼音，袂晓讲台语的卡片顶面冒 QR code 会当听台语解说。推出了后，头届伫咧校园举办台语导游比赛，拢总有120位同学参加，地点就伫咧文化大学。台北人讲台语的机会较少啦，像我就久无讲台语啊，用这个机会可以跟学生多讲一下。120名的参赛者会来跟大家透过台语的方式来做一个桌游比赛。4个人一组咧比赛，因4个无想到讲对方的台语会遮尔好，过程中佫出现口口差，嘛有来自中华的学生真感动。伊讲离开中华来台北读册了后，真久无讲台语啊，这应该是伊人生第一届伫咧台北讲台语。这是第一届伫咧台北讲台语嘛？是，因为伫遮大家拢讲国语啊，平常时拢听无着台语啊，即摆听到台语就感觉足亲切。大家拢来自无共所在，有听到中华人的台语，嘛有听到台中人的台语。我三重部的，所以听到南部的台语，就是。足趣味。对。有缘共到做会议，这寡同学也讲好，未来因4个人见面要用台语来拍纳凉。老师讲，这也显示毋是少年家袂晓讲台语，是无意识、无机会、无环境讲尔。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人间世界这本日本经典文学是太宰治最后的作品，互人看作是伊的半自传。这本册互人改编做电影、漫画等等，是世界真有名的文学。即马呢，台湾要出版伊头一本《人间世界》台文版咯。翻译者吴明如伫咧日本做工程师，用做工课以外时间来翻译，经过3年，总算有台文版。也希望讲有愈来愈侪友志做伙来讨论翻译的出路。太宰治是日本的文豪，伊伫1909年出世，一生浪荡充满传奇。自20岁开始，捌行地路5摆，伊研究和真侪女性有复杂的关系，最后甚至伫38岁就自杀。伫人生谢幕以前，太宰治最后的文学作品就是《人间世界》，互看作是半自传，是国际有名的经典文学，也有翻译侪语言版本。即马咱台湾嘛出版头一本的台语文翻译。这条路遮尔的孤单。可能心内希望别人甲你听惜，毋过有人要甲你听惜的时阵，你个毋知是无愿意去相信，还是毋敢去信到，想讲家己敢有即个价值。我感觉讲，这可能是看一个小说吼，互我敢若是法度，毋免家己去做伊做过的代志，毋过我都去体会这种人生。翻译者高明如表示，《人间世界》伫日文的意思，就是失去做人的资格。虽然主角真费累，嘛体笑家己的人生是见笑台，不过对人生的黑暗甲畏缩有真深的贴合思考。这几年，台湾出版真侪经典文学的台文翻译，包括杜百林人、独立宣言和先知等等，甲今年出版的《人间世界》，其实也是台湾作家郑顺聪甲侪友志合作台语文翻译协会1.0拍拼的成果。所以咱台语。初期哈，因为咱还未建立 SOP， 学语嘛无教，嘛无专门的这种翻译的这个公司啊，是这个行业，其实拢还未出来，大家拢是兼咧做，就是业余的，毋是专业的，所以伊会当甲伊的生活的经验、伊的人生、伊所做的行业的，这个开，放伊这个翻译。郑顺聪表示，台文翻译起步虽然较晚，不过这个阶段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翻译者，嘛呈现出真多元的翻译出路。伊嘛讲2.0台文翻译计划是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毋但台文翻译愈来愈熟手，有功夫通传承，也通培养愈侪台文读者。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人形机器人市场是真大。最近就一间公司想要把这机器人武器化。这间美国的新创公司目前正咧积极发展，会当用伫咧工业也个国防这2种领域的人形机器人。创办人表示讲，因短期的目标就是打造完全自主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伫咧人类授权之下，或者机器人变做是一种武器。
尽管800公分、体重80公斤的标准身材，叫做幻影的人形机器人，当接受指令向美国国旗来行礼，伊会当搬上重40公斤的物件，跑速嘛会当到每点钟6.1公里。但是幻影目前敢若接受 VR 的远端操控，打造伊的新创公司未来的目标是伫个物流导航和目标的识别这任务，让机器人接受 AI 的指令自主运作。Our vision with Phantom is to build a robot that can do both industrial and defense applications. 在未来，伊唔那是敢若用伫工业解决欠劳动力的问题。新创公司的创办人嘛明确表示讲，幻影机器人有可能会当参与各项用途。不过，创办人帕塔克强调，在涉及武器化用途了后，特别希望伊完全自主，是一定要有人类指令来介入。在武器化了后，机器人会采用伊本地就有的运算结构来运作，无需要挖靠外部的网络，安尼就会当降低治安的风险。So one, the robot does not require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So because the robot's autonomous, it has compute on board. So once a task is identified, the robot needs to do it. 第二个安全机制就是伫个硬体的部分的失效的保护，意思就是人类会当伫个技术上，甲机器人完全关机。目前传出这间新创公司已经接广甲大厦的订单，4月伊个会推出第2代工业用的人形机器人，伊会搁较好来大规模制作，有希望今年会当出货几千台。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世界真出名的小熊维尼今年满100岁了，迪士尼专工安排规年的庆祝活动。这小熊维尼对囡仔这开始发展做放假，即马也真做是国际名星咯。也因为含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真共面，所以禁止出现伫咧中国。对1:1的电影摄影模型到5岁10岁的百年特种，伫美国伯班克的迪士尼档案馆，当日为小熊维尼举办100周年庆祝活动。自1960年代摕到版权以来，这只住伫森林的小熊，已经是下世代拢足介意的翁仔。Winnie the Pooh is that lovable everyman, right? We see the frustrations that he has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because we see that too. So he's a little bit of a mirror on all of us. He's lovable, he's affable, he's that kind-hearted, tubby little stuff full of pluff, you know, that we all love to embrace and enjoy. 小熊维尼伫1926年由英国作家米恩创作，个性有一寡调地故意，有情绪嘛真紧就刷刷去，就是这种凡事放轻松的感觉，袂多袂少世代，佮伫加入迪士尼大家庭了后，对英国红仔册变做世界影视明星。Pooh definitely is a bringer of joy. And he's very, very calm. You never see Pooh get overly flustered. Even when he does get upset, there's a calmness to his demeanor, which I think most people really gravitate to. 这是这只本来应该平静、佮带来快乐的小熊，这几人刷牵涉政治风波。2013年，美中领袖行做伙散步的相片，网友笑讲亲像小熊维尼佮跳跳虎，可能原本只是滚耍笑，后来煞掺入各种复杂的情绪。小熊维尼伫中国境内几若摆封杀，即马佫正做全球反共强权佮出气的对象，不论是菲律宾街头也是台湾，民众常常借维尼来抗议中国的压霸。对单纯的红仔册到国际政治的禁忌红线，100岁维尼伫旁边甲火药味之间，写出1世纪以来上互人料想袂到的文化传奇。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